不但是风台走了后，对流分溪发展较正旺。这气象署今仔日发布中南部9县市大水洪特报，特别是彰化对透早开始就落大雨，单位讲，真侪所在拢是淹水灾情真严重，也已经恢复这上班上课啊，真侪民众出门的时阵，有关爱撩水过去。 但若是风台走啊，但是受到对流分溪发展正旺的影响，彰化县车北早起开始落大雨，搁一直出现死呐，而且搁拄着旧历14流坝，造成真侪所在拢严重做大水，塞车桥都歹敢若在坐船，民众撩水出入。 大雨一直落港老街水淹一个点啊，遐尼悬，天后宫的庙埕变作小水池啊，天公路和红架道拢浸伫水内面，庙方确认有光线抽水，但嘛是赶袂赴落雨的速度。 突然间的那个大雨雷雨的部分的话宣泄不起，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淹水现象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，彰化车北上大的施雨量1点钟内雨量到153毫米，对早起10点开始的3点钟，累积的雨量是到266毫米，雨势各紧各急。就算电工所已经出动7组的抽水机，鹿港基督教病院附近的社区大楼地下停车场同款，予雨水灌入去，内湖所的车拢变做浸水车。 园林中电公园的杜峰田中道的时阵，搁到满水位，特别干那球架啊，规个淹去，县府紧急派人游封锁线。啊，你头一届看的满？哎呀，头一届来看啦。足侪条路拢淹掉的，啊，拢无落，也拢无落过。 县长王惠美伫面册发文提醒民众注意过路的安全，若是无必要暂时莫出去。但是，互真侪网友去洗版，叫伊紧停班停课，因为淹水灾情一直传出来。有民众塞车塞到田尾乡的磅坑是差一点风淹去。 这关键就有啊，嘛唔知伊个安那个混入。啊，人到安怎哈？人有走出来。二林镇的车道是疑似因为大雨一直冲，路基挖坑出现一个大凹坑，或一台经过货车无细致落落去。好加在驾驶是对车窗爬出来脱困无安全。气象署讲，因为对流分溪对南边线，彰化地区的雨是愈来愈细，但是所在分林南投迄边嘛要注意有低延时强降雨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